內地有8部賀歲片同日上畫，有港人話內地戲飛平，會特登北上睇電影。有深圳戲院話平日有1/3嘅觀眾嚟自香港，預計新年票房收益理想。駐大灣區記者馮子欣報道。呢一部電影大年初一上映，嗰部都係。又到內地新年檔期，賀歲片都紛紛傾巢而出，但係年初一就有8部電影同日上畫，齊齊搶票房。其中一部由劉德華主演嘅電影就搶先香港睇內地上映。對上一個聖誕假期，本港票房收益慘淡，原因之一可能都係因為港人北上消費。OK 啊，個體驗同埋40蚊就超抵啊！唔係順便睇戲咯，即係如果有一套好想睇嘅戲，會特登落嚟睇咯。呢邊可能價錢會低少少啦，咁但係有時都會睇翻啲戲種啦，可能香港會比較多啲，即係可能西方片啊，或者係一啲即係其他唔同戲種嘅，或者係啲港產片咁樣都會有翻。咁但係可能呢邊呢，就有時啲戲會少啲啦，咁同埋佢語言可能有時會講普通話呢，冇咁親切咁樣啦。呢一間戲院鄰近福田口岸，票價由人民幣60蚊至90蚊不等。喺香港索價接近200蚊嘅 IMAX 電影，喺呢度大約用70蚊，即係3折就可以睇到。戲院負責人話，每逢假日都有唔少香港人嚟睇電影，佔入場觀眾大約1/3，預計新年票房收益理想。初一的當天可能會有個2-3千人觀影，票房呢可能會去到27、8萬。自從疫情解禁之後，那香港過來的一些顧客朋友就是明顯有增加。對於香港來說，這邊性價比比較高，然後選擇性也會比較大，會比較豐富多樣化一點。呢一度呢設有 VIP 影廳，全個院有17個位，除咗可以瞓喺度睇戲之外，肚餓嘅話亦都可以嗌下嘢食。Now TV 駐大灣區記者馮子欣報道。